打破嘅故事裏唔差糖水。就等你，更等你，偏告你，爱时时刻刻我會送到你，送給你。思念與真愛，都要很難，是他的錯覺都冇淚。熬夜打擂台，熬夜強下來。哇！各位鄉親朋友啊，嘿自從安尼客家電視台2003年成立以後啊，哈，那個客家歌數啊，如雨後春筍般啊，一顆一顆冒出來，冒出來。哎，你也是就是這樣冒出來的。對對對對，我是打水。哦，你這個是巨水。對呀對呀對呀。所以講真的啊，感謝客家電視台啦，哈，還有沒有感謝當多安尼有關客家嘅事務嘅客家音樂嘅音樂性嘅比賽啦，表演咩好啊？對對對，啊當多當好嘅音樂人，就會最會有一種通力。去寫出產生出當好所以有一隻嘅表演嘅平台本來讓大家露出啦。所以根本呢安尼節目啊，哈，我本大家好好嘅享受，今日一個當好嘅音樂響應啊，按唱到一個歌數，對安尼節目當中，有啲可能較少出來，有啲較少出來，唔是廣告，唔是廣告，啊，有啲當然啲安尼節目嘅當到，有參加比賽啊，當只比廣告哈。今日都有唱歌到大家來到呢節目，好好的唱歌嘅本大家聽。歌壇嘅新秀，歌壇新秀，好來介紹一下先生嚟。齊澤偉先生，齊思弟先生，東先生。哎呀，今天看到很多的這個來了10幾位的歌壇新秀，我們客家界的新秀，哇，心裡的感想是如何？有當到吼，係去年啲客家流行樂比賽第八度冒出來的，啊，有的是我追了很久的，譬如講瑩瑩啊，哇，哦，他是直劇場很厲害的演員，我們啲客家人哈，還有當到張三李四的成員咩啲第八度啊，彭博義啊，有，是，嘿，隔壁董警察，還有當叫我看到肖兒小姐，哎呦，每一個真的都很厲害啊，還有金曲歌后，對，客家 IU，對，就是比較這個沒關係，我們讓給年長的哈，我們下次再來，對不對啊？好啦，歡迎你們來到現場哈，等一下就真的很期待你們好好的這個表現，然後唱出好聽的歌，不然呢所有客家鄉親朋友來聆聽一下，好不好？好，就謝你跟你講啊。好了，按有請 TV 係來自屏東嘅南部嘅哦。哦喲，李彥峰帶來記得歸來。好，來聽一下。風點點的吹，記愛起愛愛滾地，愛愛唔歸來，做紅的飯菜愛滿好嘅，看愛一杯口香片。嘅身份係聲音嘅，也冇乜改變，唔聽錯還記得，無下嘅路數單，阿爸嘅臉模樣。退無色，此行茶嘅送杯，下冬嘅名嘅，
们重要的，用的主张后生，爱嘛填表迄个，无行无面，无怪爱呢。无下个路苏达，阿爸个脸梦魇，给退无色，此行差个松波。下冬的名的，爱行路无行天路背，爱注意看车的，阿婆结束爱见好来，无行提夹爱会强。注意看车的，阿婆结束爱见好来，无行提夹爱会强。爱有限来记得归来，该叫无满重要的，用的主张好生。爱嘛填表迄个，无行无面，无怪爱呢。爱的强有意义，爱会填表迄个，爱记得爱。这条歌啊，就有两母子的。哎呀，哇，这条我都按感动啊！这我讲下嘛，我讲下，我讲下，哎呦，很强啊！因为14天你要讲下。哎，下一次就亲友嘅客家嘅米事。哦，歌詞嘅部分。因為從細同嗌阿婆，喺啲鄉下。哦，阿婆會同嗌個客家話，嗌阿爸阿媽會同嗌個客家話。懂厲害呢！哎，記得歸來。記得歸來，你是從小就有那個阿茲海默症還是怎樣？沒有，就是因為這樣唔記得做不開啊。就是要是歌曲係想嗌阿婆啦，就會用嗌阿婆嘅視角去寫這首歌，因為就會嗌。他以後就會去那邊表演，去那邊幾度發通，因為各種有幾度社團活動表演什麼的，就會就有你幾度路卡，就會發現，因為其實人老了就會有些失智症，就是會有失智症的，對，不止失症哦，還有比如耳朵會比較重聽啊，耳背，然後就會對啊，就是一直忙啊，我顧着長大，但是看着阿婆就會看到一邊夠老誒，有時候就會。有就是會忘記，因為談咩事情嘅，就會有時間可能出去上課啊，你又會按照規律咯，就突然講你會按照規律，我說冇啊，才剛睡醒，我學校上課這樣，我上來想講，耶穌歌曲就會以同來講，我記得規律，啊，我係講，再過一陣子就會變成我同意講，我記得規律。哦，鼓手也是歌曲，所以就有感就寫出這麼棒的一首歌曲，就可以同大家講，就會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啊。那真的，對，好棒，真的，我想客家的這個音樂真的要靠你們這一代年輕，真的越來越豐富，真的多元化。對，其實我剛看他在表現的時候，我看到那種影子，有點像那個美濃那個。林聲祥老師哦，聲祥先生，好，那種感覺好有味道，有一些些嘞，有，抖下，哎，就是表示，就是你
长得比较有本土性。可以。越本土越国际啊！对。哎，跟呛老师一下你的分享一下，对，分享一下，呛嘉宾欣赏。看到你冲的哇，披萨出按精彩。其實去年看佢唱歌的時間，我就很喜歡，因為佢去年嘅台比賽佢得到係評審團大獎，特別獎，因為佢受有懂豐富的編織底背度啊，他異軍突起，他就一把吉他。評審團大獎是怎樣？評審團他沒有到前3名，然後就對特別獎，就是我們當時比賽時間有懂到，譬如說講唱片公司的評審團哦，評審團就是有 K 吧，有經紀人，有天台的 DJ，還有天師台的宣傳，還獻出來，全部相關性的人，全部相關，他覺得他就是非常有前瞻性。佢比強樣，談到佢唱歌嘅，佢很保有嗰種 pure、種單純嘅嗰感覺，我希望一出啲心中而留呢種感覺。我喺講最尾幾個唔單唱講佢長得很本土，剛剛你說本土就是國際，也因為本土佢唱那首歌曲還要有說服力。我就覺得客家的新的音樂方向由你傳承了。謝謝你今天表演，真的。然後他很好聽，青簪還想啊，再給我唱一首，再給我唱一條好嗎？本是音樂人，應該也是希望再聽一首哈。哦，是嗎？一條哪有拉啦，對不對？不講的表現那裡。等下，羅哥，有一件懂重要事情，一定要讓阿婆講發，阿婆要看上天師哦，跟阿阿婆講發。哦，就係阿婆係從細屯鄉下看當嘢大擂台，從細啊，係鄉下看啊，鄉下係上來節目唱歌本堂嘅喲。喲，讚哦！誒，阿嘅唔知嘅當嘢大擂台張開台嘅時間，開始嘅時間張出世。錯啊，2003年，係2003 5月26號。哇！跟住我們開台的時候剛好出生。哎呦，那還好，因為有這個節目，你們年輕人才會認識我。係啊，冇啦啲啦，唔會啦啲啦，南風。好啦，張國雷一條歌誒，本台這個堂，你會唱咩歌誒？唱係最近寫的歌曲，我都唔猜嘅地方。唔猜嘅地方，李彥峰。沒唱過阿婆堂誒，冇，有個下半個過時候嘅學弟妹，一連這個月底4月帶我去比賽，一比客語生活學校嘅客家歌謠嘅比賽。我哋幫學弟妹寫。所以因為過時候嘅中音，以聽數嗌嗰啲多事情，故所以同嗌拜託嗌，我一本來係一連唱記得過來，我想講記得過來本身一連唱會太困難，所以我想話下一條嗰啲可愛、嗰啲輕快、點整嘅歌曲本一連唱，故所就簡單一些咧，所以就係歌曲唔猜嘅地方。對，17歲指定你可以有按後、按八、按三嘅吹法的呢，來厚的彈一條歌來。因為你嘅天使，
敢的天，不过有才给天赋，我的手拄可以。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想我的那边。啦啦啦啦啦啦啦，用最爱就可以。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想我的那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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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最爱就可以。用再爱都可以。哎，还不知道你还会唱，以前还有比传统歌嘿妹这个时间，上贵段手谁都时间台平板呀三个字呀嘿，平板，平板，哦，哎，恁捌个跳的，来来来来来，都得冲一下嘛。走嘞走嘞，哦你人家要好好冲流行就好。对对对今年没唱。杨树哥下本天当给阿婆。路呀，茶的茶当空。小暖给你跳，下次跳3点钟，天亮山给时光。QQ 的辣椒，皮蛋水磨，对呀的事情，爱点头，用袂唔到。哈发有情不哦，阿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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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伤了。你有通到，我写的阿甲讲哦。风的溪，茶铺店，夜下又开幕，对，爱袂肯定伊，袂乱跳，太爱去。阿婆阿婆阿婆呀，阿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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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通
很想困笑，我很想，很想，很想。阿婆，阿婆，阿婆，呀，红毛。哇，哦，非常催泪的一首歌曲啊！对呀，大摆吼，通个强得冲过，伊真紧哦，毋伫迄个做个跳路呀，讲伊个人生的境遇不一样。哇哦，新歌嘛？对啊，对，写一阵子，但是就没有拿来比赛。忙发表歌就差不多。哦，加冲的以后，对呀，哇，刚才会爱流目字的。对啊，你在隔代教养吗？也阿婆做他。还有老阿婆跟一起住一阵子。哦，有跟他可以撑的，鼓手就会对那一辈的来说，我对他的感情是更多一些的。然后我就想要。应该算是我學客家，因為阿公阿婆去教我卡，給他們說中文，給他們客家，給阿爸咪就教我。嗰時候我學客家就一直冇機會，本佢聽到我也係有自己寫客家歌，佢當翻起我會講客家話，但係還蠻聽講我寫客家歌。嗰時候我有你就看睇一隻天陽，就寫一條歌，想。記錄一下我還記得老幾發生的事情。阿婆做咗多年？唔知呢，當久誒。當久誒。青細嘅時間。但是細個對你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就差。對，佢咩當好笑，但係我睇嘅張啲有當然當好笑，但係嗰個深度強顏歡笑，一3年嘅時間就會。我要消化很多別人沒有消化的情緒，所以就其實也蠻想透過這首歌跟他有一些對話的這種感覺。一定有阿婆一定有糖豆了，一定會糖豆。對啊，我們來請也是一位很棒的創作型的這個創作天王老師。對，老師欣賞東老師。講得好哈，今日貼拜堂嘅創作嘅嗬，蠻有感覺的嗬，佢嘅動有感覺過嘅，一出嗰個動有感覺過嘅，尤其。用按你比較 alternative rock 呢類搖滾的方式唱到只有木吉他，佢確實係有困難度。包括這個來說，我會覺得是有困難度。吉娜，你就覺得應該有困難度哈？我覺得有啊，我不會彈吉他。對，係啦，尤其係這個彈這個唱，他那個是個懂到位的表演。當我彈講大家有繼續還應該當有機會成為一個客家明日之星。現在就已經是對，他現在就是星星，客家閃亮星星。時間久了就會變成明星了。哎，你就加油，加油！就只要按用衝下，伊就出嚟。保持我的精神。後來撒下來哦，介紹你的好朋友。你好朋友，音樂人都是偶像。有一位姐，你偶像，哎呀，燕峰的姐，韓怡姐，雨涵姐，雨涵姐姐，客家。他比你大，哎呦，是哦，雨涵妹，看起來差不多。雨涵哥好，不錯的。哦，雨涵姐給我帶了一條歌誒，本首嘅，叫帶來問一個天公，好，嚟聽下。有100个年个时间，一头泪的挂在同片天意。后来半路上想念那一个人，跌下出给人牵连。
这一这一消灭肉麻我用铁用烟。在颜色俩一条路，是字是梦是分是我纯洁又纯洁。面对几个都走都走，人谈人怪人恨人义凶手是给下掉。万天的世界公司慢慢没分差就暗浓出现在身边。向天boy 梦天，一个一个给台北从一家一家给开出了以后一撇一撇，别把三当一片，跟我共困都爱人过一千年，天和地白 boy 梦天，一个一个大柴胡，一家一家给消灭肉麻我用天。哇，哎，这首歌是找孔锵老师编曲的。咩？佢嘅兩條歌嘅編曲哦，英國青號嘅新傳合唱團有冇 ？Starship。Nothing gonna stop us now。哎，青蔥嘅音色嘞。对啊，那个音色，对啊，那个一出来就觉得好像可以跳动。他那个是 old school 的音色，对对，请理会。因为有像那种结合咯。因为这首歌就是我写给朋友的，然后我觉得朋友带给我你的朋友很老派啊，不是是编曲很老，不，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很欢乐大家一起的感觉，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最近就是这几年，我觉得这个音色很流行，然后再加上我的朋友们复古了，对，然后我朋友们最近也是都在 follow 这些音色，所以我就想说，哎，它刚好也可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在做的事情，没错，对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复古一下，听听以前的这种旧编曲、旧音乐，其实蛮好听的。这种那种合成器才刚出来的那个音色，那个年代才有的。对呀。哦，请理会后堂。哎，还不知道你还会唱，以前还有比传统歌，这个时间，贵社给时间。哦，就是这个时间，对，会代表学校去参赛。小时候还记得一点点哦。平板呀，三个字呀，平板。哦，哎，你捌个跳的，来，都得冲一下嘛，都得。平板给跳，紧张。听一下我们这个传统的客家味，传统嘅梦一番。天爱流长啊，过那九州，还没是九州流过那，天爱流大那。冲流行就好，对，今年没唱了。你还是唱你的那个创作歌曲。对，流行盘把他刚古文。其实是想要那个后半拍。嘿，
就咯。他刚刚想要爵士的唱法啦，但他是那个旧魔冲的撞不到。以前的伴奏就是我没有伴奏，我们清唱啊以前。哦，对，所以我不知道有那个。所以是乐队的问题。不是，那怎样？要平反在一起？哦，不要。啊，学到了。对，唱完了唱完了还是要听老师分享一下哈。像安利给教培先生，用我暗度吼哈，雨很正以后，冇啦，这一拢嘅当有演，因为就小同乡嘛，共用龙潭，係啊，一開始嚟唱，我第一擺看到佢，我印象中甚至頭演那個歌謠太歲底下都看到佢，我就一直好喜歡這個小女生，然後都有緣分啊，都都讀到佢。按當然看佢下啦，我覺得他現在越來越私人以外，叫佢隻 artist， 不管係演，不管係歌。你喺我看到啲條隻舞台也好，啲腦杯不管後生人下對客家嗰個跳舞也好，喺我知道很感動的，加油！好，一個金曲歌后級的，對，那另外一個是未來的金曲歌王級的，對，你要邀請你的好朋友跟你合唱一首歌。我覺得你們兩個如果結合起來衝一條歌，如果在一起就好了。在一起，我啦，佢把聲啦，先唱，看有沒有默契，對，先音樂神交，好不好？好來，功德來，功德，麻煩你。今天我們在這裡見證功德和雨涵，一起進入動，一起為我們演唱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兩個曲啊合唱，一條好聽的歌曲來彈看啦。
段这种闹热抛啊声，闹热抛啊声，好吧？闹热抛啊声 ，OK 吗？我想要演模特儿就好，你可以演走中的模特儿啊，也可以，不是走秀的吗？走中。陈斌哈，嘿，家长，怪贝贝在干什么？我就想起，啊，啥啦？你蛮好看，想到你演甲遐尔成功啊，遐尔好看，真好哎看。呀，害恁爸开遐济钱，互阮囝去到美国，啊，佫逐工咧甲我看跑啊声。
泡阿香妹非常的经典，经典戏剧，真的，对啊，非常的经典，你真的很不务正业哦。对啊，就是他你不要看他，他是戏剧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应该是要去做外交人员、外交官。现在长这么漂亮，当外交官，那我们的门面多好看啊！现在就只能当外交官夫人啊，更好 ，even better，就是报名参加这个外交官夫人的夫人团，是不是？我也可以报名吗？一起，我们一起来。比如说国际桥牌社，有写观音那种，类似。对啊，哇，这很厉害，很厉害，他真的多才多艺，不止戏演得好哈，唱作俱佳。我没有想到你还会创作，嘿啊，还会唱。跳啊给跳，真好，得奖。对呀，去年的比赛，嘿，第3名还有作词人。你以前读书学的是这方面的吗？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就我读外交系嘛，然后就跑来演戏，然后演戏又不好，又不安于世，多方尝试，又想要唱歌。其实因为我觉得都是表演的一种，每一种都是表演。然后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就比较多元一点。对，其实唱歌，我觉得学习很多唱歌的时候。对于演戏有帮助，对。然后演戏的时候，你如果会演戏，你其实对唱歌也有帮助。对，演而优则演而优则歌啦。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互通的。是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加的耕耘。是，只是说，对啊，你为什么这个演戏这么成功以后，突然就会想要去创作这种歌？你是客家人吗？我是客家人。客家人。客家人。会讲吗？糖也是，讲糖也是，讲哦。怕听听得懂。爸爸妈妈那边客家人。我爸是新竹新埔。新埔会讲海陆的，係嘛？海陸嘅。那我媽媽是閩南人，所以對，就是媽媽閩南人都沒有辦法從小母語，真的就是台語比較沒有那個環境。所以你又從小又不是住在客家莊，對，不是，我在高雄長大。那奇怪，那你這麼多語言的歌曲可以去寫，為什麼只會想要去創作客家的？我的確有寫，我一定先從華語先寫嘛，然後有寫英文，有寫台語，就是有時候華語的就得不到獎啦。不是這樣講，都多方嘗試，因為畢竟它有好幾種母語嘛。我有很多的母語，我想說大家要公平嘛，每種母語都要一首歌。然後後來客語就得獎。所以這很現實。我說那就多寫一點，就可以繼續寫下去了。但是現在客家界的人才這麼多，你還能夠非常的厲害。對，還能夠得獎，那這表示你也真的是非常的出眾啊！我覺得是這個祖先有保佑啦，有福報，對福報，祖先保佑也很重要。對，是，真的，剛剛他一唱歌，我也覺得哇，平常時在電視看到伊在演戲，觀眾朋友對你的印象還非常的深刻。好，我們來一段這種鬧熱拋啊聲，鬧熱拋啊聲。鬧熱拋聲 ，OK 嗎？我 OK 啊 ，OK 啦。你要選定角色嗎？我演馬干哦。就是臨場，我大概就是。我想要演模特兒就好。有這種角色嗎？下輩子。我這輩子就是我只是大尺碼模特兒啊。你可以演走鐘的模特兒啊。也可以，不是走秀的嗎？走鐘。我大概劇情是這樣，就是我這個記名啦。你記名啦，你不是春嬌，你趕快春嬌是伊啦。春嬌是伊啦。你是我的小三哈。小三嘛是趕快叫夏盈盈啊，夏盈盈，因為春嬌呢最近有新呐，哎呀，這個男的還女的？雙胞胎啊，你的種你還在那邊？不是，你這是吃的。然後呢，就是因為她懷孕嘛，這個男人哦就是不安於世哈，然後還有點需要嘛，就在偶然之下遇見了小三夏盈盈這樣，盈盈，好，有一暗我就來找你，然後我就早上要去上班了，結果出門以後，沒想到春嬌來找你，要給你送小，送小啊！但是我出去的時候，我發現我的那個車鑰匙、車鑰匙忘了帶了，忘了帶，我折回來，哇，就碰到你們兩個在吵架，然後一些情形，OK，好，
二女争夺一夫的概念是不是？ OK， 好不好？可以，来，好，来，5、4、3、2。啊，志明啊，来，给你请好哈。等下出门爱洗你哦。好，哎呀，脏了哦，真正，互你牵工吼，我今日拢无法度去上班。你第一名哈，出门哈爱洗你哦哈。好，昨暗真正足欢喜好，来 kiss goodbye 来。好，拜拜。安尼我来去上班，我袂赴啊哈，加油，袂赴哈。好，再见啦，再见。这个时阵，春娇来到夏莹莹的门口，伊叩门，叩，有人听无？像啊，你这查某人，阮小明伊阿伯伫对，小明像，小明就是志明因囝，哈，小明伫遮，哦是啊，你讲我的翁咧？你的翁，哼，我唔知影你是你的翁呢，哈，你唔知影伊是我的翁？对啊，我即马甲你讲，你这小三我的翁伫对，我唔知伫对，伊是我的男朋友，伊是你的翁，你走，我无爱走，这是我做的，什么房间？你无伫咧？哎，你是安怎？我也无做啥物代志，你是安怎？假鬼假怪，你这查某人，你甲我，你假鬼假怪，你甲我杀志明，即摆到底是啥物情形啊？志明，你是看卖你巴肚来囡仔？志明这小三，敢真正是我的？当然是你的啊！迄一暗，唔对，人家是 virgin 呢。志明，我甲你讲，有你的囡仔，我嘛有。你也有我的囡仔？我，安尼。但是我昨有看到你甲小强老师做伙哦。小强老师是啥？隔壁的小王，你这个查某人不三不四，你看。我跟隔壁的小王有哦。其实我甲你讲，我拄则拢有看到。哈，伊来找你，对。啊来甲你互相相骂，你要甲伊杀，结果你杀袂叮当，对无无？遐简单的，我甲你讲，是毋是安尼？啊，毋过无对是我较可怜呢。嘿，我是孕妇呢。啥？叫你唔杀别人，一定要杀伊。你讲别人，你讲啥物？就当然你嘛杀袂叮当伊，对无？所以我甲你讲，你真正是一个歹查某。歹查某，你这个歹查某，想要抢我的翁，抢我的翁，哼，无遐简单，我甲你讲。好，你就听好，既然代志到这，来走，我袂放恁煞的，哼，你想要安怎？哼，我要互恁消失。你竟然，志明，哈哈哈哈！你两个人，哦，你有安怎无？足疼的。爱听好，会听吗？会得爱 lucky 哦。送我来病院紧。病院，爱打电话无？你跟我使行，安尼应该唔免吧？好啊，所以演不下去。那个 ND 哎呦，这真的哈。演技派的不一样。演技派真的。对。啊。这个临场的啦，临场的对，反应很快，反应轻点，真的。你看他们这种就是很有经验，直接来马上就可以。对，有那样的职场训练下，很快内化，的确是。对，好了，嘿，按这样唱完也表演完了，我们请一下，也是我们花莲界的女王陈飞。OK，今天也是头一拜堂陈飞冲过来哈。其实陈飞俺吃东亚会上哈，真的我刚刚一直在想，你的声音好特别，特别那一个地方呢，就是讲。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叫做岛屿音乐季，就是喺 Okinawa 老台湾那种高流的音乐。哦，好像吃到亚克桑，如果配合一些日本歌曲的那一种三线琴，这种打 Yuki 和亚克副歌的部分，那种灵光闪闪那一种，好特别，所以讲清亮哈，很透亮，清亮。因为佢做戏剧的人嘛，所以佢一唱歌的时间，还忙一歌的时间，他已经在带戏剧了。这是我爱看到，就会讲，爱看佢唱歌，就好像在看一出戏正在演。
然后又带上是改改嗓音的部分呢，在副歌的时候，它整个呈现让我觉得我好像进入日本风格那种感觉，所以我知道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融合。好，所以讲我还是重申刚刚的一个话题，所以。其实讲客家话呀，看事情啊，它会变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下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讲的客家文化还是语言为重，所以我希望讲，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大家在大家可以是下客家歌的时间，所以唱嚟同樣，我唔記得。喊黑的唱拍法，然後這個客家話來念進來。好，那我們想辦法去學它，它一定會有不一樣的元素在增進。好，安子說。好，什么欣赏？对对对，那还要不要再来唱一个？对啊，再带来一首歌。要，哦，真的啊，对啊，真的，不然真的，难得他今天来演戏的吗？对啊，这么好的才华，音乐才华跟唱歌才华，真的要好好展现，要不然真的，哎，你没有唱，没有表现，有很多人不知道呢。对呀，真的，好，再带来什么歌曲？当一度歌都冲度嘎，当一度歌都冲。度假用每天都像过放假一样，没错，每天都过得像放假。来看看啊，好来。当你度过的冲突感，小偷某些紧张的给你快乐好重要，你们快乐用伴相，令你心闭门。送给边度旁，在林里后茶，少走我一个微笑，少走脏都秋风。快乐的边都打开，上次做一个梦中电影，其实没懂食材，天天那个 groovy 摇摆，也用是先发坚强的，奈下永远给尘封。的冲突感，非常的红一层层的图案，可能会上扬，嘿嘿，没可能，老爱强勇敢唱。快乐的天都打开，上次做一个梦中电影，其实没懂食材，天天那个 groovy 摇摆，也用是先。永远给尘封。我送给那个给老娘们用上没么想过，我一海存一山呐，用手掌做的高的痛啊，用手掌做的。用手掌做的梦会很难，快乐的频率打开，有上次做一个梦中电影，其实没懂食材，天天那个 groovy 摇摆，也用是先发坚强的，再还永远的快乐的频率打开，有上次。做一个梦中电影，其实没懂食材，天天那个 groovy 摇摆，也用是先发坚强的，再还永远给尘封。自己编的，对不对？对。哦，现在的年轻人好优秀。对啊。去给他作词、作 Q 和编 Q，全部自己来。好像混音也是他自己。
婚姻也你自己混的，你没有朋友对不对？没朋友。两米好 ，R&B 这种东西是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去驾驭的一个东西。可以，真的啦，没有办法啦。清后糖调一百糖豆烟囱，真的，我第一次听到现场，而且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唱现场。对，因为还没有，好荣幸哦。对，还蛮发哈，哦，好好听哦。真的啊，还有嗓音跟音乐性没清口。我觉得这首歌音乐性好强。我觉得男生部分我蛮适合的啊，是这样，因为没有很高啊，对。好，就是很轻松，想要让大家都可以唱那种完全用气声的方式这样子，对呀，很棒，而且还是自己编的，对不对？对。哦，现在的年轻人好优秀，
对啊，去给他作词作 Q 和编 Q，全部都自己来。好像混音也是他自己混，混音也你自己混的，你没有朋友对不对？没朋友，没朋友啦，对他试试一下，给片有吗？嘿，这全部都是音乐人，都结合一下，真的是很棒。你本身也是有这个参与戏剧的演出嘛？哦，因为我是戏剧系毕业的，戏剧系毕业。但是演了一阵子之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瓜哥的推荐，然后就跑去主持节目，对，主持就是大陆寻奇，然后跟一些网络节目，然后后来才就是又再转回做客语的创作歌手。那你本身也有在做一些网红之类的东西？网红吗？现在要写客家歌就没有什么时间，就放弃那一块。也不是啦，就是因为网红不是很好赚吗？对不对？我觉得那是不同的专业，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写客家歌要蛮大量投入心力的。对，那为什么创作的部分？对啊，为什么会想说只要钻研这个客语的东西？因为其实原本以前就是跟奶奶他们一起住，就都听得懂，但是因为不太会说，所以原本其实从来没有排斥，但是就觉得好像不是很有自信。然后后来是去年也是参加比赛，然后就认识就是现在的制作人，然后就认识 boy， 然后我们就一起写，然后就是越写就越觉得好像很好玩，然后跟家人的感情又越来越好。就他们现在都会在旁边听，然后帮我写歌词这样。对啊，周亚做对耶。对啊，顺便校正你这样子，大家互相练习母语这样子。那增添那种家族的情感。而且我每次写完，然后给他们听，然后他们都在猜我到底在写什么，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可能那个我们一般是比较口语化的嘛，对，就是有词的那个部分可能要斟酌一下。对啊，博弈好厉害，他是学古典出来的。对，但有点都忘了，是不是？因为跑去玩流行。对。可是有那样的底子在啊，做的港一心都跟元素弟弟不会读。对，那种结合起来会有更不同的火花哈。对啊，没错。是啊，新秀真的很厉害啊，各位。真的。好，来两位唱完了哈，我们来请东东老师的分享一下他看完的感觉。同佢有談到有同佢國際接軌感覺嘅音樂哈，所以他講音樂其實他喬伊還有博弈跟他前面那個龔德是完全兩個冇共樣完全截然不同的一個曲風，然後喬伊一片可以引起同個啲黑上演，唔單車黑，因為我講唔單車黑港演的。這個曲風是非常流行、非常 popular、非常現代。像你彈嘅 Billboard Top 10啊，某句看 Career Pop 底部嘅 Top 10，太快就按你曲風，我覺得蠻不錯的。而且喬伊你的那個 R&B 這樣嘅，給 Melody 衝了以後，好自然哦。對，那個是你客家底部少有的啦，要保持那個保持給。這樣的聲線啊，之後可以行出一條氣嘎嘅路，然後博弈你的聲音也蠻不錯的，很有 K-pop 的感覺，有點故意裝點煙槍呀，好配合他。然後不過還是這個建議，另外一學跳舞又會更不一樣，因為之前啊以 Okinawa 為主持一個發通，今年發通就有一個韓國的表演團體，爽起真是。又會唱又會 rap 又會跳，真是懂會跳。我想，但是兩個一啲懂會跳，發你客家出冇中央了，好像有點生硬哈。兩個對在一起，對，錯，都沒有那種，就差那個部分以後跳舞，沒有火花出來。對，結合一起，要鼓位吼。因為客家冇中央，會更有亮點，哇！一閃，哇！對，很多都變殺到，那就好像在看一場秀一樣的感覺，嘿，就很棒哈。就差那個跳舞，我馬上去找老師，真的很棒，馬上學肢體，對，加油！好，我常常講的嘛，就是沒想到多一種語言，竟然就多一個機會，很奇怪啊，其實客家現在因為有客委會成立客家電視台，然後有這麼多的客家的一些創作歌謠歌曲的這些比賽以後，真的會讓我們客家更有機會，在整個台灣。天空都很客家這樣子，還有台灣天空很客家，對呀，下了桐花雨，真的啊！你看每到這個桐花季的時候，整個
这个北部地区都是塞车哎，那多客家啊！哎，有正经呢，是的，青岛给发通了，为什么我讲整个台湾天空是客家？你们会大家就是普天同庆啊，吃肉清欢喜啊，他家嘅司机来的。好来，再来一首了，好不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是肖宇威老师非常经典的《桦树下》。那我们桦树啊，对，然后其实我们螺蛳粉哦，有没有？对，有。我们其实就是融合了一些中文跟英文进去，想要让更多可能不是客家人或是对客语不熟的更多的人，可以对这首歌有兴趣，或者是也可以让他们听听看，就是《桦树下》这首很好听的歌。你是要 cover 这首歌的？对，他可能放一个段落进去做一个 loop 这样子。我们翻唱了这首歌，翻唱这首歌，然后有加一点新的元素去。哎呦，弹宽啊！弹宽啊！好嘞。你是糖果梦，快到年年夜饭。又回到这里，所有的细胞仍然记忆犹新。多久不见你，你是否还想起我们走过的场景？你记得吗？那天下过雨的路途，你记得吗？我们走路回家的沿途，你记得吗？那白茫茫皑皑的房屋，陪着一棵紫的桦树。來來又嘻嘻，啲幾多些風風拍拍嘅花跌落你腳下。來來又嘻嘻，啲幾多些風風拍拍嘅花跌落你肩上。I just hope everything with you goes alright. I just wonder if you ever remember that.你是糖果梦，桦樹下，開到年年嘅飯。桦樹下，你是糖果夢，桦樹下，開到年年嘅飯。桦樹。你是糖果夢，桦樹下，開到年年嘅飯。在無卡嘅路口，曾沿來凝望沿行通，也肯定看到一條路榕樹。想到黑色嘅世界，走到樹下嘅路人家，而那不用我全跟睇嚟，讓太陽清楚入戶阿婆嘅故事裏唔差共數，配藝變態嘅故事，怕聽不清楚嘅人，阿公嘅山谷裏唔差重數，高深無體人事。
天，盡聽清楚壓步，阿婆嘅故事來唔差探索，推愛心中嘅故事，他跳舞輕巧冉然，阿公嘅山谷來唔差重塑，高山某天。清楚壓步，以後嘅故事伴愛你下，不管路途幾艱難，原來你嘅心中咧，過去嘅事情愛你愛記得，堅持往前人生。哇，林玉，我之前有见过你，对不对？对，对你之前是有来节目参与比赛，对，跟雨涵阿姐同一届，真的，你跟他同一届的，嘿，哦，是第20几届，21、你是23，你归，你是你归，你归，你是刚没唔记得嘞？那你后来没有脱颖而出啊？没有哎，哦，是哦，为什么？你唱的那么好，太紧张，忘记紧张啦，哦，连下 U 盘看不会紧张，对，还有乐团的成员，哦，就是还好你没有过，过了你没有过，你就可以组团了呢。哎，两位欣赏后，小玉乐团，小玉乐团，哦，成立多久了？这一个乐团，来，两位，成立多久？好像1、2、3年、4年。3、4年了，3、4年了哦，差不多。哦，哎，林玉琪迄你爸爸很演出名，你妈妈演出名？妈妈演出名。哦，所以是原客一家，原客混血族，知道呗？啊，对，客美族。客美族，他长得不像原住民呢，没有那种原住民的感觉啊。哎，我们客家基因比较厉害。是，对啊。哦，那真的难怪他的声音有原住民的这种基因哈，所以就好清亮了。对，很好听。你就是走这种比较清亮型，这种清新型的。对，是，清新可爱。那你们现在团体常常有出去外面表演吗？要么该偶尔会去表演。哦，对啊，请不请丁彦老师？为什么？他很贵哈。他很贵哦。哦，出去表演的钱都给他了，就对了，是吧？还要自己贴，还要自己贴，还有呢？你们出去表演都只有吃饭，其他钱都给他就对了。哦，对，看起来就是很对啊，杰出、很资深的一个。对啊，毕竟有黄明志的面相，可以了就请你喝。坐飞机来的哦，他还是品牌的代言人呢。什么品牌？他们有一个那个卡hon的品牌的木香谷 ，Mr. One， 嘿，秋人里跟郑中伟啊，咩家老给都有合作。Mr. One 给卡hon对不对？他也常常跟你们合作。那你那代言有代言费吗？讲了就难过。外公，哎，特大欢迎他。代言个屁哦！哎，也不是这样，他们创业维艰嘛，对不对？啊，一看他的上忙大标卖得好，就要跟他谈价钱了。卖得好，他就换代言人了。不过说真的，有那个木香哈，这种有一些那种聚会的时候很好用哎。黑啊！一把吉他，然后一个那个木香鼓就可以玩，就觉得就有那种节奏感，那种感觉就会哇，就会更加的活络热闹。对。那这表演完了啦，哈，对啊，来唱一下那边是这样的分享一下，你要看到东老师啊，东老师，他给创业风是懂清新，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就整个歌曲形式也是非常流畅。懂于我看到哈嘎有小清新的感觉，特别有爆懂多有吗？有啊，智慧给他石头懂多。嘎古种老清新的，跟清新就过了。哎，你懂给我看到很清新，我确实保持雅给风格跟 style 了哈。一处于慢慢的磨练。我可是他乐团在演奏的时候会听得
以我的耳朵听了一点点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闪失。不过主讲常常上场多磨练，这个会更加成熟。下个上落的时间呢，这样是创的天会接拍到，各位大家情绪都有开有着落。哦，加油啦！加油！这个都要默契啦。对，这可能你们也是偶尔才会聚在一起表演嘛。好了，希望你们这个小玉乐团啊。进来更厉害，进来发展越来越好，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对啊，到这边还要再唱一首歌给大家聽啊。好，那這首歌的話，它的歌名比較特別，叫做《香菇頌》。香菇頌，香菇是什麼？就是我養的貓，名字叫香菇。哦，給它養到香菇。對，那為什麼是送呢？讚美它，要送給別人。沒有，就是 SONG。哦，香菇嘅狗誒啦。香菇頌，那些年輕人取名都很好。對啊，這不能亂取誒。對啊，你說像那個之前那個誰，有一個叫向慧琳啊，有嗎？他出了一張專輯，然後那個歌名曲叫。美丁美當啊，美丁美當，對啊，所以他唱片賣得很差。美丁美當怎麼會好呢？對不對？哇，真的不能亂取耶！真的。香菇頌還不錯，好可愛哦，對啊。啊，好，來聽這一首歌來。紅蔥白木葉綠太太母豬調皮吵鬧，四黑五不水母。有藝神父腳邊，老會生氣，半藝難興記，也唔拆藝。當你藝解天路，hand掉藝皮，超愛用我，我解愛，會解超，你解講我解。藝掉出唔記得，簡單嘅快樂，唔歡喜嘅世界，要向顧派的，葫蘆的愛嘅心。對地的愛嘅辛苦，老唔快樂，你都出唔記得，你唔係日扎影，人影世界生命世界在亂，幾多在不可等待，幾強弱才富卡，舒服呢。做當嘅東西統統冇跌下來，也不留其他的人用過。但已是愛錯門後的愛下班，超愛用分難嘅人，應嘅遠，遠嘅平凡界。愛掉出唔記得，簡單嘅快樂，唔歡喜嘅世界，要向顧派的，葫蘆的愛嘅心。對對的愛嘅辛苦，老唔快樂，愛掉出唔記得，你唔係日扎影，人影世界生命世界在亂，幾多在不可等待，幾強弱才富卡，舒服的，愛掉出唔記得，簡單嘅快樂，唔歡喜嘅世界，要向顧派的，葫蘆的愛嘅心，對綠的愛嘅辛苦，老唔快樂，愛掉出唔記得，你唔係日扎影，人影世界生命世界在亂，幾多在不可等待，幾強弱才富卡，舒服的。希望已配定一聲音。用邊疆唱吧，唱感冒又是。我觉得先来试一下，对。会不会太综艺咖？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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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孜孜不倦。是谁不珍惜的追？多孤独，抬头看看身边到底还有谁？誓言多美，可惜没人看见。给后呀，散那一丝丝的，也弄到落入都市地步。错进都没了，我关机最明最里也都是在好。生存只是这么单纯，人们接触没有余温，当呼吸都是枷锁，时时刻刻的提醒。誓言多美，可惜没人看见。锁定只有终点，却都以为争夺些生存空间。只剩点什么谁不会，也学不会把恐惧当柴米油盐。谁一直追美化作轰轰烈烈，也说不对，又该怎样里面？面对人了一身狼狈。背对世界的谎言，又有谁敢上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哦！哇！夜猫子也没有错给两位，浑然天成的这个音色声音哈。两位好，我们一边起鸡皮疙瘩。真的，我刚刚你一开口，我一唱，哎呦，哎呦，真的。你也是，瞬间降温了。你是因为这个摄影棚太冷了，还是这样子？蛮冷，是真的蛮冷，很冷哦，哇，好棒哦，你们两位，你的声音雨洁，综艺get。怡姐，哎，雨洁你好，他敢演吗？我们都不是，都不是。那为什么会歌曲里面会掺杂客语的东西？其实这首歌原本创作我是全部写中文的。那之后是前阵子就是因缘际会也是有一个节目，然后就帮我们把副歌把它改编成客语的，然后让我们去唱。让你们去节目表演就对了。就是还是为了要那个参加什么客语比赛的东西。还没有比赛，还没有比，所以你们是新的团体啊？
还蛮新的，我们去年才成立的，对。就你们2个人吗？夜猫族这个乐团？对。哦，因为他什么都会，他什么都会，我有看到了哈。他什么都会唱，鼓啊贝斯，他还是很特别的，他是清大音乐工程系。工程系是什么？工程系。这因为才刚成立3年，然后我每次跟长辈解释，他们都会以为我还是要去当音乐制作人或者演出。但我们所就分成可以做音乐制作，或是做跟音乐有关的科技，所以也有可能包含资工跟电机之类的，录音工程之类的，对，或是就是那个录音工程，对，录音工程的软体或是硬体，我们都有在研究，就看每个人想要做什么的。然后他会好多乐器，对，好厉害，好有才华。然后他也是常在网络上发表那个，就是演唱各国语言呢。你看，真的啊！现在年轻人对，好像听说韩语、日语什么语都有。中文，他还会日文跟德文呢。对，就是因为对语言蛮有兴趣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在 IG 上面就有一些朋友也会跟我点德文歌啊、日文歌，然后我就好，然后再去练这样子。哇，点歌就会练了，是不是？德文歌很难呢。德文歌有可以示范一点点吗？示范吗？我现在想。Der Applaus des Langs vorbei und dann Herz hier wie Blei. Jeder redet auf der Schein, trotzdem bist du so allein. 哇，好听啊！现在真是不得了。这嘛是真的，人家出戏被来救国啊，丢戏啊，丢戏，就是这样。好好的发挥，坚持下去，我相信一定有你们的一片天。对，好不好？加油！好棒的声音。来唱完了呢，哪位老师要来分享一下？哲伟听后感想哇，今天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每一组都让我很感动，然后很投入，我都觉得。我好像在看很值得看演唱会，你知道吗？我觉得把它剪出来就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唱会，但是每一个都是主角。刚刚他们唱歌，雨杰跟李军，对不对？哈，那我觉得你唱歌，我好难得看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别人，只有你们。然后我认识他们是一个很凑巧的机会，因为我在我在 Street Voice 听过他们的作品，因为我是 DJ， 我还是要听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不小心的机缘，就是我要找夜猫组。不小心打错的夜猫组。你本来要买面是不是？不是夜猫组是六王他们的，然后我就想，怎么点了个夜猫组？我来听一下好了。那刚刚这首都市哲学是3月的作品吧？我如果记得没错，所以。刚刚他一唱客语说：“怎么有客语歌？原来他们在那个唱歌实验所有唱过，对不对？”然后你们刚刚说他的声音像谁？我跟他声音像谁？你知道吗？蔡淳佳。你知道蔡淳佳是谁吗？有人说过。你听听陪我看日出。新加坡那个。对，好像有一阵子，很久没出来。对。他的中低，然后他的高音，还有他的 range 是完全是我好难得可以听到我们就是唱客语，然后有这样子的声音，它是非常独特，是没有人可以取代。而且我刚刚还很开心，我想说哇，我们华语乐团有 Murmur Show， 就是慢慢说，还有 Crispy 翠乐团，客家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客家的夜猫族，好不好？我觉得你们真的大有可为，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棒的音乐响宴，谢谢。好，谢谢你。我这边有个小建议，刚才那首歌其实用吉他弹就很好听了，但是我觉得经过适当的编曲，因为中间那一段有点可以上扬的感觉，经过适当的编曲，我觉得会更不一样，会更大气一点。没有那个夜猫族会更多跟你一起夜猫族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呐，这请不起那个。对啊，如果当然就是因为编曲很重要嘛，你也是学这方面的，如果再更丰富一点，那整个歌又更衬托出来，那不一样。对。我们还在努力，就是我们有想要自己着手做一张 EP， 数位 EP， 然后雨杰就负责美术跟文案，然后我就负责音乐制作的。EP 是要年底之前一定要发行，希望都国语的还是客语的？国语的，以前目前都是国语的歌曲。如果要出客语歌，还是需要就是。大家的帮助，当然，因为我们自己写不出客语词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制作人很会写，他很会写词，对，他都乱编，有没有？对，其实我今天也认识那么多人，他们对啊，全部你再认识一下雨涵姐，真的，雨涵姐有没有？结合一下，真的，那好棒。乔伊他们通通可以，大家一起合作，好吧？谢谢你们来，对，那再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吗？歌来几条，好吧？那唱什么歌？
下一首歌是叫做《放心去旅行》哦，罗文玉的，对对对，哦，罗文玉的歌，风行一里好，很好听哦。好，来弹歌了哈，来。人生的风景，有风没有影，我等滴答的途中，小看天路把影。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可是爱上你，爱会点点看天淡。可是你相爱，触动爱梦的方向。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地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可是爱上你，爱会点点看天淡。可是你相爱，触动爱梦的方向。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地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人生的风景，有风没有影。千古以前，阿哥时代，不敢讲出口，只爱客家人。平均的生活，用心开创美丽感。淌心过台湾，末班电前。淌心过台湾，末班电前。阿哥是台，不敢讲出口，只爱客家人。平均的生活，用心开创美丽的感。淌心过台湾，末班年前。淌心过台湾，末班年前。呀喂。
旋流光，咕啦咕咕啦咕，咕着一波旋流光。我的生活又是开创，美丽的港啊，两个歌声顺上山下海，也要过了时差。阿公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人相拍两半正。阿公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人相拍两半正。呀，迄道咱人庆动正，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哇哈，耶耶耶耶耶，哇哈哈哇哈哈哈，哇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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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哇哈哇哈，耶耶耶。Good I go that way, go that way. Good I go, good I go, good I go, good 的只会旋流光。哎呦！萨吉尔，欢迎！欢迎！哎，又来到两节目了，再次这样碰到你哈，是不是？哎，但是给他要跳国外，又没有那种边疆民谣那种感觉，他是放克嘛，冇腔样的感觉，冇腔样的感觉哦，受过那表演冇腔样的。因为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边疆，不会念呢，上爱冇腔样的感觉。哦，要给人家刮目相看一下。结合老的这种大家印象深刻的童谣歌曲，然后还有结合 No 歌的那个，哈，有吗？哎，还有结合，我知道我靠跟他学，他还跟那个谁致敬啊？小钟致敬啊？小钟有吗？good。哇，你致敬很多人呢，这歌很好用，都是我的偶像哦，真的哦。下次可以来做罗哥的歌啊，对不对？可以啊，做对啊。我没做对了。歌啊，哦，你要致敬我，还是要缅怀我？应该是缅怀你，尊敬你。对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哦，那种边疆民族的那种表现方式，他也是一听哇，好惊艳哦。对，因为客家歌做的用那种方式来展现啊，哦，还有做电子乐风这种感觉。今天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对，live band 的感觉。所以如果是真的我的歌的话，用你的那种唱腔可以吗？做得吗？边疆的可以试试看哦。哦，真的哦。对啊。哦。阿摩，你先一条了，看几位冲吗？国外啊，我出道到现在，我出了60几张专辑，要哪一首？你有听过罗哥的什么歌啊？有，我爸爸超级喜欢听你的歌。你爸爸是罗哥粉丝，从小听他歌到大的。他说他好喜欢你的歌。你不要那个手啊，感冒的有丝丝。哎，真的这个好经典哦，我自己都觉得好经典的一个。真的。可是不是这几首吧？不是哦，爸爸特别喜欢什么？我想听他用边疆唱法唱感冒又是。我觉得先来试一下，对不对？会不会太综艺咖？不会，这样我们喜欢综艺咖，你可以常常来上节目。演艺圈就是要这样子啊！哎，随 Q 随来，那我就要豁出去了。好，可以豁出去。对，雨涵姐都可以综艺啊。哎，那要麻烦乐手老师了。哦，思要funk一点，funk的思哦。你在考贝斯老师跟鼓手老师？没有了，就是轻快就好。好。要边疆唱。好，那我们要开始了吗？来喽。还给你西塔琴哎，西塔琴音色。不会后嘞，对，很强啊，这个真的也是一种不同的展现方式啊。没错。那如果真的是我的歌呢，那比较传统的那种。对，选一首。我记得有一首叫做
因为我放袂落心。哦，放袂落对你心。永远放袂落心。你为什么会这首？因为我觉得很感动啊，这首我有看 MV， 然后觉得好感人哦。对啊，就是一个一直放不下那个对方。对啊，这首 MV 还是那个宋欣妮耶。对啊，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呢，真的是不是叫宋欣妮？宋欣妮嘛，对。我先唱2句就好了。好好好。因为我放袂落心，因为对你永远放袂落心。站在高山上有没有？嘿，对你放不下心的。叫马叫牛回来的时候，来呀，给转了哟，给掉嘛。真的好激动！你看我们客家界的人才真的是人才济济啊，尤其是现在这些新秀们，真的哇，好厉害！这一代强过一代。好，继续加油！再大了一条沟，好吧？体会贤老给，等下唱了那么多，要跟评审交流一下。哦，对啊，然后评审欣赏交流一下。对，我还以为他听到自己的歌，觉得被缅怀，就士兵欣赏邓清 Q， 就不要缅怀我。OK， 萨姐，其实我们第一次从开始在这个节目听你唱，就已经是一个耳目一新的状况。对。所以呢，可是经过几年下来，我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边疆，已经没有人可以在客家，应该说是客家音乐里面，已经没有人跟你有重叠性，所以它就是一个独特 unique。只是说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亚叔国的 T O O， 你的唱腔，照理来讲，我是好奇啦哈，在这么一个这个 key 的部分的定法，你是什么样的 idea 去做的？因为这个对你来讲太 easy， 而且你几乎在走中低频的东西，你不太走在你要做出边疆那种高音的变化，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之前就是有一直在让自己多训练胸腔共鸣所以你刻意把加强，所以你把这首歌的定调把它定得比较低一点。最近有在练那个，要听吗？要自 Q 可以啊。练什么？最近有练什么？来练那个很低音的那一种喉音的。喉腔吗？有郭金巴老师低音吗？没有啊，他太强了。他那个低音真的是很恐怖。国宝，真的。对，就是很低的那一种。像蔡琴。很厉害。对，好厉害，可以唱重金属了。对啊，这个可以唱重金属了。这有点呼麦的概念在里面，是不是？对，它有2个声音。对，所以我觉得就刚刚听，我一直听啊，奇怪，有点好奇，为什么你不像之前就这样子的表现法，反而你选择在一个很中低频的部分，想要重点是你个子这么小，你居然要从这么低的地方，又在这么高的地方，那个 range 好大，所以我觉得很棒。所以说，在我们一个客家音乐的部分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几乎没有人跟你重叠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一眼就看到你了，我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好，加油啊，越来越好，希望你越来越好。OK，谢谢。泛音都练，超厉害。对。那接下来就带来一首，再带来一首歌，真的有边疆风味的那种，好不好？好，你的专长的歌曲，好吗？你要带来什么歌？马改国诶。木马。送你一只木马。一只木马，送你一只木马，送你一只木马。3更半夜3点的时间，途中半个意思，请问他不溜到的公路，撒了留一搞动摇过后会演奏听。结果我眼睛。亮丽，而海你是海滩用过夜。
哎呀，今日真的非常的欢喜啊！你讲说都清腔真的啊，像不管评审欣赏也好啦，安尼各所有观众朋友也好啦，大家一定谈到非常的欢喜啊！我知道你客家流行音乐真有希望，真的，今天非常的感谢你们能够到节目当中对，展现好的歌艺给大家听，真的，这表示我们客家真的有希望，真的有希望，向上一推。系啊，假使感觉人家非常的赞，非常的厉害，人家打电话就报名。打电话来，9 6 6 6 7 6 6 6，还有传真电话227778232，打电话来。好，等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另外呢，我们多谢辛苦评审欣赏了哈，谢谢，辛苦，谢谢。什么太高？谢谢各位客家新生代，什么小张老师还有没有崔先生？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还有什么李天聪跟龚仲演辛苦嘞！辛苦大家。你们忘唔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牛大擂台，老